馬太福音說什麼？第13章，論天國的比喻。那天耶穌坐在船上，對眾人用比喻說：有一個撒種的出去撒種，有的落在路旁被鳥吃掉，有的落在石頭地上曬乾，有的被荊棘擠住，有的落在好土結出100倍。天國好像人撒好種子在田裏，夜間仇敵來撒下稗子，主人就讓兩樣一齊成長，待收割的時候處理。天國好像一粒細小的芥菜種，人種在田裏，它長成大樹，飛鳥來宿在枝上。天國好像寶藏藏在地裏，人發現就把一切變賣，買下那塊地；又像人尋找好珠子，找到一顆極貴重的，就變賣一切買下。天國好像網撒在海裏，網到各樣水族，漁夫把好的收起，壞的丟掉，世界的末了也是如此。